众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6，公司台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咱的友邦，巴拉圭的总统贝尼亚就职典礼已经举办，伊伫演说当中两届讲到咱台湾，伊讲台巴两国毋那是朋友，是更较亲像兄弟同款的感情。那咱副总统赖清德是以特使身份去参加就职典礼，赖清德嘛把握机会，甲各国的代表互动小招问。在路边民众的欢呼声中，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就职典礼正式开始。真侪国家拢派代表来参加。贝尼亚伫30分钟的就职演讲，两遍讲到台湾。第一遍是介绍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第二遍是讲到台巴两国之间敢若兄弟同款的邦谊。Construiremos alianzas y cooperación con una visión geoestratégica, buscando acuerdos horizontales.Nuestra relación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es una muestra de esto y del espíritu amigable y cooperativo de Paraguay con naciones a las que tenemos un gran afecto y con quienes nos sentimos no solo aliados, sino que también hermanos. 以特使身份带团参加的赖清德，也趁这个机会，甲各国的代表互动，包括美国内政部长哈兰、巴西总统卢拉。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等人对赖清德这边出访，中国外交部面对媒体问题，无正面回应是不是计划展开大规模军演。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对比较大规模的演习或行动，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会松懈我们本身的警觉跟战备的一个决心。赖清德这段总共7天6暝的行程，去的时阵过境美国纽约，回来时阵会过境美国旧金山。美国国务卿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讲，过境符合美国长期的政策甲做法，北京无理由借这个机会采取任何霸凌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民众党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因为牵涉诈领助理费，互检方起诉。高虹安有话冤枉，伊嘛批评北检办案是真老粗。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开始就声援高虹安，也毋过说传出讲伊无大声和好友记参详。基层即摆就较烦恼讲，安尼敢会互解脱是国民党咧支持郭文哲。朱立伦是强调毋免想伤济，朋友是愈济愈好。支持者加油，唔敢改蓝调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涉诈领助理费案，14号检方以贪污罪起诉。那替家己话冤枉，也批评检方办案老粗。蛮难过的，北检的起诉的过程，我希望说还是要看证据办案，而不是说好像就是像在瞧案子一样，甚至透过媒体这样子带风向，一直在好像用一种恐吓的语气，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伫第一时间送温暖话加油，说谈出事情无沟通好友谊甲警办，引起基层忧心，这个举动可能帮助郭文哲的下势。这个标准呢是存心制造这个对立见缝插针。难道我们要对于同为在野联盟或者是同为在野阵营的这些朋友要落井下石吗？民进党放着很多的弊案，尤其像立电的弊案这么大的案子都不办，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最后，相信司法会还给当事人一个公道。朱立伦阁发声在亚太联盟，强调朋友愈济愈好，敌人愈少愈好，和总统大选拿白合有完充满想的空间。那地方行行是各自拍拼，过去也是国民党员的。张文丽最近加入民众党，得到顶调参选高雄市第1选区挑战民进党现任立委区议员。高雄市长部的热情的邀请，还有柯主席就是告诉我说，你就全力的为高雄市而选，而不是为民众党，而不是为柯文哲他本人。像这样子的鼓励，让我非常的感动。民众党顶调郭文哲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李友仪、张文丽两位女将挑战立委，两人拢有国民党背景，国民党伫这两个选区拢还未提名。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婚姻馆有一个33岁姓杜的查甫人，因为金钱纠纷，甲老爸姓老的当机人冤家，转伫厝内点酒经过引起大火，烧死3个人。检方即马认为伊有多部的疑虑，向法院申请羁押，嘛已经放收押。
15透早3点外，消防车赶到火灾现场，火已经规拢炭开。现场救出56岁姓杜的查甫人、20岁姓吴的女子，加4岁姓刘的查甫囡仔，3个人拢无性命现象，送去病院也是救不大。现场中可以看到火势相当大哦，因为在车上哦，这个货车上有瓦斯桶一个了哈。另外，在这个骑楼下有4桶瓦斯桶，所以整个火势是相当大。因妈妈吼，甲伊迄个情人囝吼，就相骂啊，你知道？吵架。骂点外钟啊啦，因厝边啊讲到7点外，骂到9点外，啊，即马9点外可能想要开疑似啦，咱嘛唔敢确认啦。火警发生伫咧岛南町8明里这间民宅，当地里长讲，普通时是姓杜的查甫人，一个甲伊同居的姓刘的女子，一个因家己分别的囡仔，总共5个人带做伙。14暗有听到冤家的声音，15透早3点外就导火。姓刘的女子走出来化救人，姓杜的查甫人以33岁后生放火了逃走。相关的情形，等我们做完详细的报道，再由地检署统一跟大家说明。姓杜的嫌犯开车逃走，警方用车抓人，5点钟久了，甲人抓到。检警调查发现，姓杜的查甫人甲姓刘的女子因为金钱的纠纷冤家。姓杜的查甫人伫咧厝内泼酒精膏放火出去，造成伊的老爸等3个人死亡。警方依照杀害直系血亲准亲属等罪，移送婚姻地检署侦办。姓刘认为伊有逃亡之余，向法院声押核准。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远东科大是举办校外科学营，昨中昼的时是传出酒精导火，烧着2个囡仔。学校表示，可能是工读生倒酒精倒伤济，才会造成意外。严格详细原因也搁在调查。着伤的学生倒伫软桥顶悬，红扫起救护车，准备送病院。台南远东科大举办1礼拜科学营，想袂到15中昼做实验的时阵，所雄雄导火发生意外，历史2个查甫囡仔烧着伤送病院。现场有2名孩童受伤，他分别送往医院救治，意识都清醒。有2个人，然后刚才那个人说他们2个都哭了。其中一个着伤的查甫囡仔11岁。面有烧着伤，意识真清楚。另外一个是6岁，脚只片甲手拢有烧着伤，意识同款真清楚。因若出代志的地下室已经有封锁线，桌顶的皮仔内底有放白糖、沙甲酒精，要伫咧燃烧的状态，无举碰米芳。那像是工读生一个手倒伤侪酒精，才会雄雄导火。应该是用小杯子慢慢用，它可能就是直接倒太快。酒精规罐直接踩伫桌顶，这个实验是由工读生带领，安全的方法哪像无够。这个科学营拢总有78个国校的学生参加。发生意外了后，实验冻点，改互学生看电视。面对事故，学校讲会检讨甲改进。比较危险的，像类似酒精这个，我们会再把它移旁边一点，让小朋友啦，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就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那个量，我们才会做管控。科学营原本是要透过快乐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学到物件。不过煞发生事故，唔但互囡仔受伤，嘛惊一条。消防单位嘛会做调查，要来详细理清事故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低压带影响，水汽会增加，中南部有可能会熊上大雨，乡亲爱细致。咱同齐来看分图。西南季风继续影响咱台湾，对今仔日开始到拜六，水汽拢真高，天气会变较无稳定。中南部也有山区会落雷公雨，嘛有可能会熊上大雨。其他所在也有外岛是过昼了后会落局部大雨。平地爱洗一饮水，因为雨水真高，所以山区爱洗一水防山。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北部是25度至34度，中南部是24度至34度，那东部是23度至36度。气象局嘛表示，这雨会一直落到拜六，等到礼拜才会转好。大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屏东县要起国际棒球场，最近是以25亿8千万发包。不过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是积极讲，这座全台湾上贵的棒球场，唔但要用100年才会当回本，而且标着的厂商两大营建公司，并无去运动场的经验。伊认为这个建案完全是甲这部留给子孙的工程。
继续关心中国时报 ，NCC 通过假电视上频道的这个案，也不依附带停止条件，要求股东签署袂使卖股份的切结书。立委陈昭华是去台北地检署告大股东陪委等7个人，告因涉嫌刑法伪造文书、洗钱，也告偷走税这罪嫌，嘛批评 NCC 规组害了了。继续关心自由时报，中国嘅国家统计局以劳动力调查统计要进一步优化升级做理由，对外宣布讲中国要暂停对外公布青年的失业率。也个分析师是认为讲，因为是数字伤歹看，所以中国即马是咧看白。这嘛造成投资人对中国经济数字出现疑虑，外界就咧叫讲7月份中国16岁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可能是已经达到22%。那越南是对昨开始开放电子签证，台湾民众要去越南会当省一条钱，签证的费用嘛对4000块降到750，对有业者是认为讲，这应该会当增加2成至3成的观光客。疫情了后抢观光财，越南15号开放电子签证，成做亚太地区第7个开放台湾电子签证的国家。未来民众去越南，要阁申请入境许可函，签证的费用嘛为原本的4000块左右。降到25块美金，差不多台票750块。我方对此表示欢迎。之后国人入境越南将不需要再申请入境许可函，仅需办理电子签证即可。签证费上面呢，马上可以这个降到大概工本费25块美金那而且它的工作天数呢，也从原来的大概2周缩短到3天左右。我想这起码可以增加2-3成的一个这个旅客到越南旅游。越南开放电子签证，所得时间甲费用，对旅客来讲是真好的消息。旅游业者对未来台湾旅客去越南旅游市场是真乐观。其实台湾甲越南2个月贸易嘛真密切，以2021年的数据来看，双边贸易的金额有甲201亿的美金，是台湾第9大贸易谈判。台湾对越南出口的金额有甲139亿6800万的美金，主要是电机设备甲零件、塑胶制品甲钢铁等等。若进口贸易的方面，金额嘛有甲61亿3000万的美金，品项是电机设备甲零件，还有机器、机械用具等等。那最近这10年。各国的厂商因为美国跟中国有贸易摩擦，慢慢都希望在中国大陆的厂能够有一些转移到越南去。转移的金额来看的话，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基地移转国。专家表示，越南吸收的产业不是高科技尔，嘛包括传统产业。其实台湾甲越南的合作，已经为早期单纯的投资进步到加工生产，甚至是最近的商务观光，产值是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法务部调查局最近有抓到咱国内有史以来上大件的毒品转运走私，去查到180栋第3级的毒品卡桶。这批毒品是对印尼来的，按算要经过咱高雄港，才阁卖去美国，也毋过伫高雄港的时就互涨到，全部查扣。爆了一样东西而已。当票机器检查发现货柜内底的物品色水真焦纹，密度嘛同款。海关认为有状况，会动调查局开柜来查验，确定是卡桶。陆续6卡货柜伫今年清明连假期间为印尼运出来，打算到高雄港中转了后，驾驶去美国的迈阿密以及洛杉矶。过无1个月，又过6000外箱的卡桶，用同款的途径运出来，累计查到总重有180栋，不法的计销超过363亿的台票。卡通在我们108年的2月跟4月的时候，就有将这个卡通还有冒珠木碱这些成分列为这个第3级毒品啦。所以既然是毒品的话，我们也不想要成为这个毒品转运国，所以如果要在我国经转的话，我们都是不允许的。查到卡桶有的做抹茶粉，有的做胶囊。卡桶是原生伫东南亚的热带植物，叶仔内底有冒珠木碱这成分，这类亲像是吗啡，对着人体的作用，已经伫民国108年就互台湾列做第3级的毒品。因此，货柜虽然无进到台湾，也是全面来拦检，后续嘛袂排除要销毁。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到场来表扬着有功人员，感谢因破了这件国内史上上大宗的毒品转口案。我们除了国内反毒要做得很好，更要强化与国际伙伴之间的缉毒合作，才能够瓦解国际毒品的供应链。陈建仁讲，这个查毒嘛，甲美国合作，显示着台美的关系非常稳定，政府反毒的决心嘛，袂当互挑战。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伫昨昏掌权满2周年，因有举办庆祝活动，而且甲昨昏定做国定假日。因是对外表示，塔利班的统治会一直落去。伊嘛认为讲合法性是来自伊斯兰教，而且伊嘛对外表示会继续禁止女性去受教育。塔利班政府19正高调的庆祝掌权2周年，讲伊的统治权无拄到任何重大威胁。حکومت د جوړېدو لپاره هغه زمانه معینه نه وي هغه تر څو پورې خدمت کولی سي او د مسلمانانو امیر داسې یو څه ونه کړي چې هغه د شریعت خلاف وي او دی پرې عزل کېږي تر وخته پورې د حکومت کولی سي او نظام چلولی美联社问到因禁止小学6年以上的查某囡仔上学的相关问题，穆贾希德讲无新的看法，会维持这卖情形，继续禁止女性受教育。بیخی مشکلات زیاد ایجاد کرده بدترین روز به همه مردم افغانستان تا جایی ک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هیچ وقت عقب نشینی نکردم تسلیم نشدم بازم ادامه دادم گفتم که خب خیر درس خانه است مکتب دروازه‌اش بسته شد پانتون بسته شد اما افکار ما بسته نشده 今年27岁玛雅姆进前伫咧一项国际教育专案做资料库专员，专案结束无头路，就去私立女子中学做老师，尾啊学校阁关起来，阁无头路。阿富汗有真侪亲像伊共款受过教育、工作被剥夺的女性。But the denial of education to Afghan girls and employment to Afghan women is gender discrimination, which should count a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nd it should be prosecu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本人希望世界各国学欧平，对迄款歧视阿富汗查某囡仔甲妇女有直接决定权的人进行制裁，因为捍卫妇女甲查某囡仔权益入面关爱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应该被释放。国际社会应该坚持立场，就算塔利班有禁令，阿富汗人民也是应该有权利受教育。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关心俄罗斯联邦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伫当地时间14暗时，有一间车厂也有边仔的加油站，小连续发生爆炸导火烧，上无有35个人死亡，80个人受伤。另外，伫中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南部的大城市嘛发生爆炸，有3个人死亡，39个人受伤。这2个案件即马拢在调查。按现场民众翕来画面看会到。隔壁的修车厂和加油站，讲介大火伫暗暝看起来，互人心着惊。现场阁有听到民众伫哀甲大细声。这是高加索山区属罗西亚联邦的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吉卡拉。外电报道讲，小连续爆炸是按修车厂开始，了后拖到边仔的加油站，引起大火和多处的爆炸。受害的车辆有几50只，其中包括一只载真侪害生囡仔巴士。所以受伤和死亡的拢不加惨重。С этой точки взрыва сдетонировали емкости напротив стоящей заправк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произошло возгорание и пожар. 同款有爆炸案的，有中美洲加勒比海甲海地共有一个岛屿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南部大城圣克里斯托瓦尼，伫日市市场内当闹热时发生爆炸，引爆点是市场内一间饭店。了后，火势传到隔壁的几两间店头，其中包括火是放甜甜、真快导火的家具店。explosión fue el resultado de una otra manera del colapso de una de las instalaciones comerciales que operaba aquí en el municipio. 除了造成一个4个月大的红影在内，至少有3个人死亡。爆炸大火和民众多闪时的下溃，造成将近40个人受伤。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受气候暖化影响，伊拉克嘅巴格达拜一的高温升悬到50度，连动物园内底动物嘛热到要害去。尤其是对于较悬所在内的西北利阿好，这款天气根本制止袂了。嘴啊开开，一直喘气，目睭无神的浸伫水底下来。西伯利亚号原本是住伫俄罗斯远东地区，气温会当达到摄氏零下20多度的寒冷环境。也毋过即马煞被迫住伫全球上热的城市之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拜一气温甚至到摄氏50度，互即寡寒带动物特别挡袂了。这是伊拉克唯一一个官方动物园——巴格达动物园。
园区的围栏也是人啊，多数拢是伫1970年代初期建造，大多数是户外围栏，专门为会当适应烧热天气的动物所设计，并无任何设备是针对寒带动物。了后，佫因为国内一直有动乱，加上欠资金、管理不善、电力也明显不足，园内900多只动物的生活环境真差。استطعنا انه نوفر الممكن من المبردات واحواض السباحه للحيوانات حتى نخفف وطأة التغير المناخي اللي موجود بالعراق وقدرت يعني الحيوانات تتلائم. 也毋过兽医也承认，敢若靠这简单的设备无法度互西伯利亚虎适应烧热天气。伊表示，这个动物非常的忝，在这款的情况之下，因的寿命会缩短为大约20至25年，减到大约16、7年。صارت عندنا نفوقات قبل اسبوعين انطفت الكهرباء 3 أيام متتاليه على متنزه الزوراء وصارت عده نفوقات عندنا بالطيور وبعض الحيوانات. 毋那西伯利亚虎受苦，其他的禽狮甲鸟类也一只死亡。那天气烧热，互出门游客减少，动物园无啥人去，员工选爱伫高温之下工作，因的会期大约只有5000块台票。甲园内动物共款，处伫真歹环境。兽医沙利佫较坦白讲，动物园可能伫无偌久了后就会关起来。公司新闻张武平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北韩的媒体即马是报讲，顶个月18日召去北韩23岁美国的阿兵哥金恩，伊即马已经承认伊是挑故意非法闯入去北韩的。伊表示，伊对美国军队无人道的苦度、种族歧视真反感，伊才会召去北韩，要寻求北韩也是第三国的庇护。来关心印度连续落大水雨，咧做大水，嘛造成水崩山，车辆、建筑物桥拢洪冲海去。搜救人员即马也咧找找失踪者，也毋过因为路也有电线、网络拢未通，所以即马也有几千人掉伫灾区。目前已经知影造成65个人死亡，其中有11个人是因为有一间神庙倒去，互地着全无命。来关心美国、日本、南韩领袖会议18时要伫美国开会，3国的外交部长拢认为讲，这是互相合作的历史机会，会当因应北韩的作为，嘛会当讨论安怎互区域甲国际和平稳定。外国媒体嘛报讲，峰会结束了后会发表联合声明，内容会包括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镜头转来讲来，咱国军海空军飞弹射击训练，昨昏继续伫中区园的屏东救兵基地试射，也毋过有一粒爱国者飞弹发射出去无到3秒的时间，就伫半空中爆炸。空军即马表示会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15透早6点35分，中科院伫屏东救兵基地试射爱国者2型飞弹，也毋过发射了后还未3秒，随即伫空中爆炸。看到火光四过城1万年后现场的军事员忍不住叫出声，也毋过第2粒爱之飞弹煞伫后壁发射是顺利成功。其实国军是咧进行年度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所以7点15分、25分也分别发射雄风2型、加雄风3型反弹飞弹，拢击着目标。军方表示，对以上引爆原因会成立专案小组厘清。确实的原因跟它的这个后续的情况，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查证。不管这个弹药射击的情况好或坏，那操作的表现正常或异常，我们都会详细记录分析，作为后续战备准备的依据。军事专家指出，爱国者2型为民国85年陆续来台接装成军，已经是20年以上的老飞弹，推测可能是本身火药也是雷达导引系统出问题。一个就是飞弹本身的药柱问题啊，因为那个飞弹的药柱摆这么久，所以发生问题的状况可能性是有的。再来的话，可能是就是它飞弹跟地面之间的这个 data link 也是资料链传输的问题。那当然，第3也还有可能是受到一些干扰。爱国者飞弹属于中程第对空飞弹系统，是美军的代表性防御武器之一。那咱国空军目前使用2种，一种由爱之系统升级，采用导引增强飞弹型弹体；另外一种是咱国空军做了爱国者3型，也等咧向美国买更加先进的爱国者3型精灵型。另外，对于空军家己基地一只 F-16V 战机，定伫屏东外海进行导导弹训练，所到唔着区域，插一柄扫着协助解放的海巡舰艇。空军会师咧个表示，救助飞行员甲督导人员。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昨昏我到的时，伫台南南科有一间半导体设备厂的业者，厂房内底负气泄漏出来，因为这款气体有毒，公司赶紧甲300多人疏开。
初步即马是判断讲，是干仔接头斗无好势，才会泄漏出来，加在无人受伤。上班时间，台南新市的南区科学园区内所有大楼紧急疏散员工，一定人等伫迄楼原来迄栋时见到无3楼发生毒气外泄事件，所泄出的气体是有毒性的负气。现场疏散363位员工，无人员受伤受困。氟气其实就像氯气一样，是一个强腐蚀性，也是一个毒性气体。那其实这个气体它是用在雷射里面，其实一般场所比较少用到这个气体，只有科技业会用到。第一时间，南科人员也提醒消防局唔通出水，以免发生化学反应。公司也启动排气系统，经过了解，这是一间半导体设备抢劫者存放负气的钢管啊，疑似接头的所在射出负气，好在第一时间和机器争取掉了后，紧急关掉管内开关。对，现在里面是残压而已，所以后续就是有建议业者直接排空残压之后，用氦气确认有没有泄漏。事发了后1点外钟，环保署委托的南区环境事故专局小组透过仪器检测，所得已经是0，确定气体无过外泄。后续也会由环保局、劳工局、甲南区劳检所等相关单位来厘清事发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做今年杭州亚运围棋总教练的红面棋王周俊勋，和一个姓苏的女技师指控讲，伫培训的期间，伊讲摸卡接片，出喙甲主动了后，尾啊，这个女技师说防集体霸凌，全退出国家队。周俊勋自本是对外背回否认，讲这代志是无影无迹。抑过昨暗，伊发表文章，伊对外宣布，伊要辞掉亚运围棋教练的职务。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指控。互人指控涉及性骚扰，本来严正的声明讲一切拢是无影无迹的红面棋王周俊勋，担任今年杭州亚运围棋国手的培训教练。何就以姓苏的女技师指控讲，伊伫国家队培训的期间，去年11月2遍和总教练苏卡车边啊，虽然有出声解冻，但是惊失去国手的资格，只好吞忍。无想到讲所互人集体霸凌，身心受创伤，就退出国家队。围棋长辈们也是这样说，阿勋加油！我觉得我从头到尾对苏选手没有越举教练跟选手的状况，然后我跟他说哦。不好意思，老师只是给你鼓励跟打气，我没有任何意思。对性骚扰的指控，周俊勋一开始否认，严过要暗时佫发声明讲，经过情绪稳定了，决定要是亚运围棋总教练，理由是就要比赛啊，希望伊能互所有的代表选手更加清洁的训练环境甲空间，也再一遍向姓苏的女技师回息咧，讲虽然家己认为打金架头是鼓励，严过只要对方感觉无爽快，就是唔对。以后伫咧任何的场所甲环境，拢袂再甲工作伙伴有任何非必要的肢体接触。围棋协会讲，伫咧姓苏的女技师提出要退训的时阵，北京伊一旦过年期间，心情小可较放松一个，才佫决定。因过伊坚持要退，就尊重伊的决定，命也无佫再联络。就6年前他是有找总教练，然后我在海龙企业他表明他要退训，问他为什么要退训，他说他身体不堪负荷，打疫苗之后有后遗症，好像很难呼吸，比赛的成绩就影响很大。1月31号提出就是他确定要退训了。围棋协会甲海防建议讲，除了安打选手的情绪以外，也会启动全面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有女性即马对外表示，伫台北捷运中山站，清早有千份人会走来问讲，你敢要去酒店上班？因为即马是休热，接不少年家直接踅街，警方讲会加强巡逻。欢喜的休热，捷运站外口真侪人，尤其是中山的南西商圈，有特色的店头一间一间开，嘛是袂少民众认为是翕相甲踅街好所在。即马少年人变较侪，敢讲嘛开始出现乱象。有网友铺文讲，伊毋敢一个人去中山站。伊讲，因为有一堆查甫的伫捷运站的出口，伫遐找目标，只要一个人去，北边就会有千份人来找伊讲话，互伊感觉真困扰。实际去线行公园，袂少查某囡仔拢有即个经验。查甫的穿鞋子看到啪哩啪哩，讲是要交来交朋友，毋过其实另外有目的。他的 IG 的
个人档案上面就可能就是就是会说明说他就是在找那种娱乐经济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不然就是问说你现在有没有工作，然后问有没有兴趣打工。超级不舒服，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他从捷运站的门口就直接跟我跟到闸门那边，他就问说有没有兴趣来当他们公关。接到相关的反映，警察出动去现场，发现有查甫人若是看到女性一个人，就会随我过。伊是八大行业的公关，兼做酒店的经纪。警方迄当阵有甲警告，这个查甫人是暂时按下，不过过无几天，同一个人佫出现伫一个运站，根本就无咧信道。此类搭讪，经查多数为酒店公关从业人员，针对相关业者予以告诫。警方并若无在场，八大行业的人员就又佫开始伫遐找下手的目标，造成骚扰的乱象。目前敢若会当靠加强巡逻，因为这款行为毋但要辨识身份真无简单，连社会特殊医护法拢规定，无缘无故甲别人缀条条，结果劝导毋听才会当罚，佫较毋免讲是伫路面找人讲话，这要构成违反金种骚扰法有难度。都惊少年人聚集的热点，变作是酒店的人员诱人客甲找人才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顶日啊，伫新北市有一个女性去感染食脑假生糖尿乌全死去。伊伫破病之前有去新北某一间设立的场所伫耍水，疾管署嘛有去迄个所在做环境采检，伫进出水口裤骹有10个所在拢采样，目前验出来的拢是阴性，所以即马感染源还阁调查。啊，若其他有去耍水的民众，嘛爱继续追踪。北部一个女性因为服食类吉里阿米巴原糖感染，引起急性的脑膜炎，不幸过往。疾管署甲新北卫生局去个案发病进前，捌去过收水设施做环境的采检。水质采检的部分，大肠杆菌的数量、甲总计细菌的数量拢有符合标准。那病原体检验的部分，采检56件，14件结果拢已经出来，拢是阴性。采检是指阴性，是不是代表其他的一个水质也是水质检验的结果是阴性？这个没有办法确认。我们是在不同的一个位置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采检。那我们希望呢，这些采检的一个位置呢，能够涵盖大部分的一个范围。为现场10个无同的所在采集的检体，按算伫即礼拜4、拜5，到后礼拜1结果会出来。为了厘清感染源，新北市卫生局要求业者先暂停营业，全面消毒。嘛，甲7月21至8月初9，捌去遐佚佗的630个民众联络，目前已经追踪615个人，拢暂时无脑膜炎疑似的症状，会持续监测到8月23。疾管署分析，服食类吉里阿米巴原糖，较爱伫咧温暖的环境。河川甲湖内底拢会当生存，室内收水池若是有符合加热消毒的规范，都较袂去感染到。福士内格里阿米巴呢，它主要会沉积在这个池底或湖的底下，所以尽量是避免去搅动这个底部的池水或淤泥，跑到就是水面比较高的地方，然后造成有可能进入鼻腔而造成感染。防疫医师指出，服食类吉里阿米巴原糖感染是真罕见的个案，日本敢若有2个病例。韩国敢若1例，而且是带病入境。因为感染的方式是为鼻孔输入去的，民众就要避免伫耍水的时阵，互水走入去鼻孔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伫新竹关西县凤山溪6月份的时候，乌心的工厂违法偷倒垃圾水，官府已经重罚960万，查访嘛派人去现场甲18桶有毒的垃圾水处理掉，而且有出动怪手甲违建的厂房总拆掉。工作人员使机具要甲18桶底有毒的液体，才会桶运送去合法的处理场处理。过程中设立佮顶针，为着安全，地检署特别下令不准任何人挖近。环保局把派人来到现场监督，将这个18桶废液全数移除到水水公司来合法处理。那今天我们就会完成这些程序，县府也撤销它的工厂登记证以及再利用许可。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们目前是没有在营运的。那后续呢，我们县府我们会不定期的派员来看看说他们是不是有在偷偷的营运。希望我们的环保局赶快的按照清淤的计划来处理，把河床清淤干净，那还给我们百姓安全无虞的饮用水。
新的县干部处也派出怪手，针对厂房违建的部分进行拆除作业，而且强调会派人定期来稽查厂商，看敢有偷偷营业。针对它增建的部分大概有1500平方公尺的这个厂房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进行拆除那希望这附近的所有的这些工厂都能够合法经营也不要挑战公权力新德县关西镇凤山溪6月份因为污染，但罚违法厂商960万，被撤销工厂的登记。另外，针对清除不明液体60万，以及拆除违建15万经费，拢总花75万的费用，先由县府出钱，后续卖向厂商要求赔偿。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嘉义市的南潭国小，伫今年初有打造全嘉义市国校内底上界专业绿布的摄影棚。这届秀抓嘛有举办影队，互囡仔了解相关影音制作的过程，嘛互囡仔去找新闻、翕新闻、做主播、体验新闻记者的工课。在南潭国小的生态池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生态环境。开始录影进前，老师来为囡仔做最后的指导。嘉义市的南潭国小校内影队活动安排新闻制作的课程，唔但互囡仔找新闻、翕影片，搁来做主播，家己来报新闻。我觉得念那些台词就是很好玩，很好玩。为什么？因为可以看到自己出现在电视上。囡仔较早伫小学的时阵先接触这设备啊，这物件，这课程啊，对因未来发展是袂歹的。今年初，南潭国小伫学校内底起摄影棚，佮成立社团规划课程，希望互国小的囡仔会当为细汉就来入版媒体，知影新闻是安怎来的。学习到怎么录影、拍照跟当记者。你觉得好玩吗？很好玩。咱即马叫做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应用所以咱配合这国际教育甲媒体素养教育，互咱的囡仔有一寡新科技，个新的迄个技术，个咱即马随手可得的手机会当来应用的机会。社团老师表示，即马已经是多媒体影像甲声音的时代，结合教育甲媒体科技，互囡仔透过制作影片的过程，培养思考的能力。面对影音甲资讯爆炸的时代，希望囡仔未来会当真做一个巧巧的观众，豆豆累积媒体素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华语的相声，也就是台语的搬喙锦、搭喙鼓，是一句来一句去，真深实。最近就表演团体用咱台湾丰富多元的语言来表演这项技术。再去关心你，搁再去讨横者，回去安怎无？水啦！江湖有咧走，人情捌路头。一人讲一句，人甲观众笑开开。这是台北曲艺团伫中华的台语搬喙锦的表演，用趣味方式搬出日常生活会拄到的情景。过车路的规则啦，安怎过车路，但是用趣味的方式，注意交通安全。第二段咧是讲坐计程车若拄着迄个司机我都无坐就爱耍的安尼人客会足惊吓的。这个相声虽然我们公演是国语可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在地化。我们都身在台湾嘛，那我们也希望说把台湾的风情的描绘进来，所以呢，用台语呢是很自然、很应该的事情。搬喙锦自本是街头艺人讨谈的机构，后来慢慢演变成大众娱乐。表演方式嘛，为一个人发展到2个、3个以上的搭喙鼓，甚至有语言游戏参现场的观众互动。山的量词是啥物？山，一粒山，我们是一座山，对不对？对。可是台语是一粒一颗。进前唔捌听过这款的，感觉袂歹，囡仔应该嘛感觉袂歹。我感觉台语是一个足水的语言。所以我感觉用这款相声，不管是单口还是双口，一定拢有真活泼，阁真趣味。台北曲艺团表示，目前因才拄开始试用客语参台语表演，未来会继续拍拼，用台湾多元的语言来创作，互更较侪人听到这项充满语言艺术的表演。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台湾金门高粱酒是世界出名的，不过原料呢大部分拢是国外进口的较济。金门酒厂即马有推出本土种的高粱组结的高粱酒，面对气候变迁，种高粱用水量较少，不过有农民就表示，不过收益就无水稻好，所以嘛影响农民改种的意愿。
一大片的田每丛拢真巴甜，这是桃园的高粱田。台湾的高粱酒原料大部分拢进口。2019年时，台湾开发出高粱台南7号、8号。金门酒厂也为2021年开始，陆续参与的县市的农会签订高粱契约，推出全本土原料的高粱酒。因为种高粱用水量平水就要较少，只需要1/3左右，也让农民有新的品种面对气候变迁。总雨量没有减少，但下雨的天数变少了，所以要么就水灾，要么就干旱。那种高粱就是最可以让土地永续。有水的时候我们种水稻，没水的时候我们种高粱。做酒跟社会责任呢能够做一个连结，同时呢也基于永续经营的概念，把我们这个耐旱的高粱能够去做一个推广。今年酷花严重，甚至7月份，农业部也宣布嘉南大圳灌区停灌。虽然这阵通改种高粱来应用欠灌溉用水的问题，但是今年加入高粱契作的台南后壁区农会表示，高粱的收益只有水稻的一半，是真影响转作意愿。目前只有无够1成的农民参与。高粱的部分，吼，咱政府有这个奖励转作金，吼1公顷45000块，加上讲吼，咱含金门酒厂来契作的1公顷21块，吼，按照我们农改场的吼。以这个技术来讲，收益的顶悬差不多是水稻的1半左右。后壁区农会按算契作面积明年会继续增加，但是也望收购绩效会当提悬。金门酒厂表示，目前的收购绩效每公斤平市价悬2块到3块，嘛答应农民种偌济，因就会收偌济。绩效的部分未来也会继续评估。记者郭曾准由台北报道。气候反常，亲像顶半年，咱就拄着酷旱，南台湾雨水少，无法度压产嘛，造成有史以来头一届嘉南平原规年烫天稻啊拢受惊。面对这款极端的气候，会愈来愈肃常，要安怎应变化？伫台南就全世界上大的菜市中心，来研究讲会当冻热，毋免遐冻水的农作物的品种。台语新闻小军时代专题报道，今仔日带大家来关心高温对咱台湾农业的影响。3冬拄着4届休经4度啊，无毋捌拄过这个情形啊！啊，我毋知影未来要安继续做落啊。咱看到这规片的田哦，安尼大批批，甚至叫有发草啊。水利单位原本就按算讲哦，5月时阵哦，就较袂可旱。到6、7月啊，这个雨根本就无落入去这个水库的源头，所以农水署伫6月中就宣布讲哦，这个嘉南第2期的水稻第3甲第6组要农地休耕。这嘛真是南台湾头一届规年透冬拢无种稻啊，互农民真无奈。根据科学报告，台湾气温8冬以来平均高1.3度。农业部统计，这15冬来，台湾天灾农损平均每冬拢有124亿。农民讲气候无正常，影响因2成的产量。更加严重的是影响整个产业。黄啊打种的时阵，打播的时阵，伊水温上悬，其实伊袂变异啊，所以会造成讲伊后壁来迄个生长的过程当中，伊会冻拄着啊，而且。伫咧开花过程当中，如果温度若伤悬的话，人会结水迄个情形嘛无好啊，所以会影响到伊后壁的收成。农民无法度补偿，阮米价就无切啊通收，去甲别人买，爱搁互别人趁，而且爱搁运费，所以相对起来，阮的价销就会较悬。寒伤寒，热伤热，全世界拢受到损害。各国拢咧想办法，看要安怎减轻对农业冲击。咱台湾其实有一个全球上大的蔬菜研究中心，伫咧台南生化，为各国来的育种员，逐工会去田检查研究，甲样本出落来摕去实验室，就尾甲放去种源库内底。世界蔬菜中心副主任表示，培育会当冻热品种真重要。全球公部门里面最大的，我们从158个国家收集了330个物种，总计65000份，这样子的一个保种工作，抗病、抗虫、抗高温这些多重抗性的一些新的品种或品系呢，改良场种子公司他们就拿去做他们的育种。台南农改厂厂长表示，农业要永续发展，上重要的就是品质的研发甲栽培技术。选出来这种耐热的这个品种，做的环境内底，伊的品质也是伊的产量袂减少。伫迄个讲栽培技术的方面来吼，水稻的部分内底，阮有讲用迄个讲
干湿兼灌，就是用打淡安尼方式落去甲灌溉。安尼除了讲省水外，一个佫最重要就是讲伊迄个甲烷、温室气体的讲排放哦，伊会减少。粮食危机已经伫眼前，咱人运用新的科技来克服，就毋茫会使顺应天地变化挑战。记者李成武采访报道。来镜头来去法国巴黎塞纳河边的古菜单已经有450年的历史。这个所在嘛是外地游客来这观光一定会到位的所在。也毋过当地政府为着每年巴黎奥运，用安全做理由，要求这个古菜单就要刷去别位，是引起争议。一寡古菜单的店头家就认为讲，因那亲像互政府摆渡伫奥运之外，那亲像是奥运较高尚。有在地民众嘛认为讲，古菜单是当地在地巴黎特色，无应该撤掉。无到一年时间，2024巴黎奥运就要开始。每年巴黎奥运的开幕仪式，会是奥运史上第一摆无伫室内体育场举行，是伫塞纳河顶悬进行。民众免买票就用自由参观。不过为安问题，就特别派掌控。在巴黎市府即马就用安全做理由，要求伫塞纳河边的古菜单赶紧搬走。Il y aura une fête à Paris et nous on se réjouit de cette fête. Mais on a l'impression que les bouquinistes sont laissés pour compte et on veut nous exclure de cette fête-là. 2024巴黎奥运会有差不多60万人参加开幕式。塞纳河边有570间古菜单，数量占全巴黎市的6成。奥运期间要全部刷走，首先就要面临工程的安全问题，因为真侪菜单拢经上百年，无做的结果，挡袂掉这么浩大的刷鱼工程的摧残。On est un symbole majeur de Paris. Les touristes viennent nous voir comme ils viennent voir la Tour Eiffel, le Louvre ou Notre-Dame. On va gommer, on va effacer, on va nier ce symbole majeur qui est présent depuis 450 ans à Paris. On va surtout pas le montrer, on va le cacher pendant toute la cérémonie. Évidemment, Paris est plus important qu'un événement qui sera tout à fait provisoire. Alors que là, ça va démolir ça. Le temps que d'enlever ça et de remettre ça, ça va démolir tout ça. 巴黎市府指出，要伫塞纳河附近的文学区当中设思想村，而且已经甲头家见过面，佮负责护送户搬走甲收付钱，甚至保证这摆翻修是巴黎奥运计划的一部分，也协助古菜单申请加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历史悠久的河边古菜单，感觉是无法度甲奥运并存的。望巴黎市府应真正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公司新闻深入会变热。全世界经济因为前几年疫情的关系稀累咧，也不过即马美国的娱乐产业已经开始咧复苏。亲像芭比这出电影放送17天，全世界票房就已经超过美金10亿，这嘛是有史以来头一摆有女性的导演创下这么好的成绩。也伫今年5月份的时，歌星泰勒斯的巡回演唱会，嘛有带动观光旅游的热潮甲商机，这嘛显示女性的力量会当带动全世界经济。台北一名影院的观众伫芭比主题布景翕相打卡，满足正做真人芭比的乐趣。芭比放送17天卖破10亿美金，差不多318亿台票，全球票房超过《哈利波特》死神圣物质的19天，接到甲编剧格里塔接回正做美国影史第29岁10亿美金票房导演，伫头前28前辈拢是10部导演。In some ways, even though it's Barbie, it's also an extremely personal movie for me, and it feels like a lot of things that I'm interested in, both even aesthetically from a filmmaking point of view, but also the ideas in it and kind of the emotions of it and the characters and how what we're exploring and how we're looking at it. Hey Barbie. 这回一向真高解雇女性议题，芭比为塑胶七头米正做有自主意识的智慧女性观众是真有感觉。I love the diversity. I love the concept about life and death, and then like what is it like in the real world and women empowerment. 华人界发现女性族群的消费力未当轻视的关键，也佫有流行天后泰勒斯的时代巡回演唱会。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s a Taylor Swift economy. However, the moment the lockdowns were lifted, we have seen a big resurgence in services spending
So people are traveling, they're going to concerts, they're eating out, they're meeting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一个媒体研究机构有讲，泰勒斯巡演创造的消费商机将近1600亿台票。歌迷看一场演唱会，平均爱开4万台票，包含票价、加大甲其他消费。会开这钱的女性歌迷也未少。美国经济市场数据显示，6月份25到5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77.8%，增加疫情进前水准，佫是6年来新高点。女性也影响超过80%的消费支出。电影甲演唱会带动的女的娱乐经济，佫一摆见证女性消费的能量。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受西南风一个低压带影响，对今仔日开始到拜六，咱全台湾水气拢真高，天气会无稳定，尤其是中南部一个山区会落雷公雨，迈向上大雨，其他所在一个外岛是过昼了后会落局部大雨，全台湾拢爱细致。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2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